为了培养这囡仔人有基本的野外求生的能力，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园区来举办台语童军营的活动。教学生囡仔到底是安怎伫户外来找方位，锁啊到底安怎拍甲，也若受伤的时阵是要安怎处理等等，用台语来教办行台。 囡仔人认真咧拍角，有人是咧学安怎打天道，嘛有人咧做古早时代的弹石仔机。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休来时举办台语童军营活动，教学生基本的野外求生能力。阮即马做的迄是罗马炮，这是以前罗马迄边的人迄工程的那个一个武器。若是阮伫外口就是可能无早物件去看附近有啥物会使用到的物件，咱就会使用你伫这童军学到的知识，伫野外拄到问题就会使解决安尼。 关怀基金会表示，111学年度开始，本土语言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。因过去办营队拢是受国校以下学生，今年特别设计台语童军课，开放中学的学生参加，希望为学校延续到生活当中，营造学生多元的台语学习环境，会当来探讨无共领域的台语讲法。即马学校嘛已经开始伫中学原来有要求啊，所以接续，阮希望佫可以会当伫实际的即个运作的中间来用安尼，我感觉这是阮真期待。这个是一个童军的营队，不过因为之前较无这种童军的主题，使就是互人讨论，会当加办一寡主题营队，就会使有更较一个讨论嘛，会使互大家的思虑更较完整安尼。这届童军营安排3天的活动，有学拍角、安怎伫户外找方位，佮有处理空隙等等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活动要互少年辈学到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，嘛实现用台语来学办行台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